上集同大家分享咗龍婆嗲1期嘅昆平，而家分享龍婆嗲古曼湯。龍婆嗲屈散暗古曼湯全泰國第一，呢一磚就係1期，大家可以望一望，完整冇修補過，個皮殼好靚，可以望到自然嘅老化。薩瑪控比賽第4名。另外呢一磚龍婆嗲2期，咁攞上手大家會見到個尺寸啦。1期、2期係比較細磚嘅。呢一磚如果大家有龍婆嗲嘅圖鑑，呢磚直頭揭翻開啦，圖鑑對得翻有埋呢條鏈噶啦，一模一樣，直頭圖鑑版，完整冇修補過，都係皮殼自然老化得好靚嘅。都同大家講過啦，我自己本人都好中意龍婆嗲嘅古曼童嘅。去到呢個尺寸呢，仲有一磚就係5期，1、2同埋5就係細磚嘅，矮啲嘅。另外4期仲有隻短帽都係矮嘅，但係暫時冇短帽喺度。呢1、2、5大約20cm 高啦，同埋大家可以見到我攞喺手上嘅尺寸啦。呢個就係原料，另外有後面冇呢個印嘅長計嘅，係師傅做俾另外一間廟，都係龍婆嗲做，跟住送去第二間廟。咁大家記住啦，1、2、5就係細嘅，跟住嚟緊就係4期，跟次序啦。因為4期比3期矮少少，所以你見我4期擺咗喺前面。呢一磚係我自己供緊唔出嘅理事版，所以見到係上咗色。數量好少，呢磚係我自己供奉嘅，所以你見到戴咗金鏈噶啦。因為理事版太難揾啦，我咁啱有，所以分享俾大家望一望。呢磚就係理事版。另外呢一磚頭先講幾磚都冇修補啦，呢磚係修補過嘅。咁其實細心睇係會睇到嘅。我哋都會同客人講翻啦，如果冇補過嘅，我哋都有 X-ray 俾翻嘅，都係真品。其實泰國人有啲就唔介意修補過，因為個靈，因為你供古曼湯係個靈，就唔會有損，唔會有損毀嘅，係個童身。有啲人反而中意補過嘅古曼湯，佢覺得補過可能好多其他人嫌棄佢。而你唔嫌棄佢，你供奉佢，佢自然會都係幫你。可以考慮下補過嘅，個性價比就會高啲啦，價錢就會爭好遠，同冇補過。分享完補過，另外睇一磚完美冇補過。呢磚係我見嘅4期咁多以嚟最靚嘅一磚，除咗特別版啦，大家可以見到啦。其實佢當年係金色嘅，供奉完自然之後變咗色。你見到呢個顏色超靚，一樣冇修補過。大家去睇下。咁睇完冇補過同補過，其實係有分別嘅。咁當然啦，收呢啲古曼童一定要揾翻有信譽嘅鋪頭啦，睇實物。請就最好啦，大約23cm 高啦。擺好先，等等啦。另外去到3期呢一磚就後生樣或者亦稱為馬路眼，3期入面最貴嘅帽。完整冇修補過嘅，都係有 X-ray， 因為戴太多鏈啦，所以大家可以望到3期比4期高身少少。3期有3個樣啦，另外呢個就叫 Buddha Face 泰國樣或者佛樣，就係呢個相啦。咁可以見到隻眼嗰個位咧係唔同嘅，同頭先嗰個後生樣。呢磚亦都係冇修補過，有 X-ray。
最後大家可以望埋3期最後一個帽啦，小心啊！呢磚呢都係我自己供奉嘅，呢磚我唔出噶啦。咁都見到戴住好多金鏈啊！呢磚呢就有啲人泰國人叫中國樣啦，冇修補過。因為3期得3隻帽，所以攞埋自己嘅俾大家望下。鋪頭仲有好多實物，但係因為驚整爛，所以就攞1、2、3、4、5期俾大家望一望啲帽，認一認個樣。3期個高度度埋個 size 先，大約24.5 cm 高，咁樣大家有個概念啦。咁記得就1、2、5期就比較細磚啦，3、4期比較大磚啦，3期亦都比4期高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，有時間或者有需要請顧晚堂可以嚟鋪頭睇實物。如果想選購佛牌，請瀏覽本人網頁，網址係 www.plugclubhk.com。請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下集再見。